35岁一零名模因其去年6月嫁入豪门，老公是拥有10亿身家的高明金鸡总经理张世玉。对于外界认为她是爱老公的钱，近日因其受访时强调夫妻财务独立，自己也看不惯伸手要钱的女生，但又称老公给自己和妈妈一张无上限的副卡，言论引发讨论。对此，经常评论时事的网红广告小妹认为，因其说的话从逻辑推理上来看没毛病，但是潜藏的观念却存在歧视。因其近日受访时说自己看不惯伸手要钱的女生，认为想要什么就得想办法去争取，也强调夫妻财务独立。但她又说老公只有给她和妈妈一张无上限的副卡，这番言论引发热烈讨论，被网友很酸，不是看上老公的钱，是看上了无上限副卡。卡不等于钱，受教了。对此，广告小妹今天5日凌晨发表了看法。她表示，因其表达能力很有问题，但自己每次总能比别人更快听懂她在说什么。随后便逐段翻译因其受访的言论。针对外界认为她看上老公的钱，但他们财务独立，广告小妹认为可以理解成她有自己的收入，有赚钱能力。至于老公给因其和妈妈一张无上限的副卡，广告小妹则说给卡跟给钱是不一样的，只要她不刷，就代表她没花老公的钱。但最重要的部分，就算对方要送礼，也要他们发自内心想送。广告小妹认为她不会伸手要资源，但别人给了，她也会拿。就是男人心甘情愿给的物质，那还是被归类为自食其力。也对啦，自身没点吸引力，男人怎么会这么大方？最后广告小妹总结出一个论点，逻辑推理上，因其的话没毛病，可是潜藏的观念母汤啊。瞧不起会跟老公主动要钱的女孩，那家庭主妇怎么办？经济弱势方怎么办？他认为因其现在是花容月貌，自然讲话大声，过个几年不一定还能靠走秀、出席活动赚钱。直言你也是会沦为跟老公要钱的，到时候换别人唾弃你，人生总会有起起落落。